台日新闻要来关心外交问题。南美洲昨讲过，南美洲的国家，一个国家叫盖亚那，伫当地时间的4号，就昨下晡发布新闻稿，讲要终止甲台湾设立办事处的协议。这个外交部表示讲，盖亚那伫中国的施压之下，片面宣布终止设处协定。经过多方面的拍拼协调了后，无法度改变。咱台湾是真遗憾，嘛克制中国，干会好两岸人民愈来愈袂亲。本来外交部将欢喜对外宣布，要伫咧盖亚那设台湾办事处，想不到盖亚那伫咧无到一天内，因为中国甲伊施压，就讲无要设啦。不论从名称或实际设处的一个决定，美方都是认同的，甚至是协助跟支持的。所以我相信它不只是一个单方台湾的一个期待。伫咧南美洲东北部的盖亚那，面积214970平方公里，有78万人，首都乔治城，目前英国统治过，国内矿物产业含石油资源真丰富。外交部若是会当设台湾办公室，意义会真大。不过盖亚那讲坚持一个中国原则。这样业绩因为无瞧好势，所以决定无要设办公室。加勒比海共同体的一个秘书处就设在盖亚那，而且它是整个地区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一个地缘上的国家。中国政府说一套做一套的方式，只会更加凸显其邪恶的本质，并且让两岸人民的距离更行疏远。外交部骂甲无力，总统嘛讲真遗憾，讲中国这种傲慢的行为，若对两岸关系无帮助，中国的国际形象名声嘛臭气，互国际社会搁一摆看到中国政权的本质。